咱做伙来领受圣经的话语。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0章30到43节，《使徒行传》第10章30到43节。好啊，本的圣经伫178页，其他的版本请咱家己看见无？哥尼流讲，4日前这个时，我伫厝内下晡3点钟在祈祷，就忽然有一人伊像光影影，徛伫我的面前讲：“哥尼流，伫上帝的面前，你的祈祷已经听见，你的尽责已经得到纪念。打着找人到约帕，请西门称作彼得的来，踮伫伊海边换皮。”师傅西门的厝，所以我踮边找人到你遐。你来真好，但愿拢伫上帝面前，爱要听主所命令你朗诵的话。34节，彼得开嘴讲：但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处人，独伫逐邦国见有敬畏伊来行义的人，互伊欢喜接纳。上帝所寄予以色列子孙的话，对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这个消息，恁知是伫约翰所传的洗礼以后，对加利利起到遍犹太，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上帝有怎样用圣神甲才能抹伊，伊就世界行做好事，医好见那魔鬼所压制的，因为上帝甲伊伫地。见那伫伊伫犹太人的地方，甲耶路撒冷所行的，原做干净，人就吊伊伫柴里来害死伊。到第3日，上帝予伊搁活出现，毋是予正人看，是予上帝大圣所拣选，为着伊做干净的人看，就是原遮的。伫伊对死人中搁活的了后，甲伊三甲啉食的人，伊搁命令阮传予百姓，干净即个是上帝所立定，做活人死人的审判师。正先知也为着伊做干净，就是见若信伊的人，对伊的名得到做赦。以上，这是咱遮本堂由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照着祈祷来成长。请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互阮的属灵生命会当成长，用各样的智慧帮助阮，会当伫遮来条件你、亲近你，然后透过要哪才着祈祷来成长，帮助阮看见圣经遮的记载、遮的事件。彼得、哥尼流安怎通过祈祷，伫遮来领受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求你也帮助阮，圣神来感动阮，知影头前的道路需要你来引带，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照安尼去行，真做福气人。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兄弟大家平安。咱会记伫这个月3月吼，牧师的讲道的主题是啥物啊？无爱记袂？咱爱追求咱灵命的成长吼，要怎成长？对第2礼拜，第1礼拜因为我来讲完嘛吼，第2礼拜牧师就透过讲，咱灵命成长有一个真要紧的关键，也是讲迄个锁匙。就是互咱甲上帝之间迄个关系有来伫遮来建立但是你的公路、你的线路有通无？啥物是阻挡咱甲上帝迄个公路、迄个线路的塌碍袂，互咱的祈祷袂通？即个真要紧提醒咱，迄个无赦免，若无伫遐来解决，就你的祈祷拢无效啊！你搁较用真侪遮祈祷。无采工所以咱透过顶礼拜老传道甲咱三甲分享讲学习真理伫遮来成长咱毋知佫会记袂？对，伊是对尾整知安尼伫
伫遮来教咱讲这上帝的话吼，啊，第一个爱安怎？听，啊，过来咧，读、查考、背，啊，最后一个，哦，来，咱对大头母吼，搁较倒变倒来吼，啊，你爱默想上帝话，吼，过来咧，哦，爱背上帝话，哦，过来查考，哦，来，来读，吼。最后，听，听是上大声吼，咱安尼听吼，求主来帮助咱，因为有当时啊，都连圣经嘛无查来咧，吼，所以敢若听词汇读，吼，啊听占几拍尔，5拍尔咧，啊，搁来读，搁来伫遮来查考，所以鼓励咱吼。爱查圣经、读圣经，因为你安尼听就会袂记吼。啊，即种后礼拜华语吼，后礼拜华语的礼拜吼，我拢会带大家读圣经。后礼拜的听书就开始改变啦吼。啊，咱要怎来学习，要怎伫遐来更新。所以华语一般我拢会带大家，啊，咱先开圣经话，啊无查圣经吼。啊，迄个PowerPoint佫无咧，啊要安怎吼？我较无爱讲啊，将圣经甲拍去安尼吼，安尼咱的习惯安怎？啊，反正都教会迄拢会拍，所以我毋免查圣经，所以等于嘛无咧现圣经，吼。所以即个习惯啊，愈来愈调的吼，我圣经拢插伫遐咧做啥？装饰吼，装台那点啦吼。所以圣经是咱的武器，咱常常安怎？牧师，我用华德啊，华德嘛会使啦吼嘿，不过伫遮咱看讲，透过学习真理，伫遮来养饲咱少年生命，对囡仔一直到大汉。所以囡仔开始会通经食呢，吼爱食当爱食西吼。我看话教育啊真好，我说要摕糖仔饼，妈妈说不可以，吼，袂使，袂使黑白食，惊迄黑白食安怎会皱起，惊迄黑白食安怎会歹腹肚。今日黑白食会营养不良，吼。属灵的生命嘛是安尼呢，所以咱提到就是讲，透过祈祷，到底祈祷是啥物？祈祷是甲上帝真要紧的沟通吼，一个真沟通的管道哦，来帮助咱会通了解上帝你爱啥，也是甲咱我想的，哦，上帝的话帮助咱爱咱去做啥物？第二就是讲，透过咱会通明白上帝的心意。哦，原来上帝爱万人得救，无爱有一个人沉沦啦。所以就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有看到两个人的祈祷，伫祈祷的中间领受对上帝的意向。啊，彼得伫祈祷吼，我祈祷到巴肚枵，巴肚枵吼，所佫出现迄个上帝佫出现一个。画面哦，哇，鸡腿啦，吼，也是啥物拢迄个卤肉拢出来啊，有无？有清气甲无清气的吼，啊，你也抬起来食，吼，伊讲袂使，抬起来食，吼，我所清气的，你也抬起来食，袂使啦，吼。我用家己的想法呢，用家想法讲这袂使，这伫阮的仪式，伫阮的所做吼，所行的律法。这毋通啊！这无清气啦，照犹太人的律法吼，牧师捌甲咱讲过吼，10条戒后来应该变做几条啊？613条啊，你看。哦，所以人吼开始去设计，也是讲去用这个律法条例，到尾拢家己绑家己啊。咱上帝都10条戒，耶稣过来佫甲浓缩，佫甲浓缩做几条？2条啦，新的改变对无？因为听上帝嘛，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听主的上帝，过来咧，听厝边亲像家己啦。咱哦，有当时咱会愈来甲愈安怎？佫加佫加1条，佫加2条安尼吼。所以咱看讲彼得甲哥尼流因伫基督内底，上帝安怎来改变
即个头壳定空空哦。所以伫遮吼改变，啊，搁甲伊发拍拉肯的上帝啊，讲会使，伊就讲袂使。啊，我就想讲，啊，到底是上帝较大，还是彼得你较大吼？安尼敢甲上帝应喙应嘴安尼吼。所以有当时啊，咱有迄款的背逆，也是讲无要顺服，总是感谢彼得啦吼，到尾啊又顺服，又顺服了，咱遮当会当坐伫遮来得救，啊来信耶稣，也是讲得到即个救恩的。因为迄时阵伊敢若想讲，即个救恩是互啥物人？犹太人啦，啊，即个外邦人拢无分啦。啊，啥物人叫做啥物叫做外邦人？甲你的边仔讲就是咧讲你啦。咱就当时称作是外邦人咧。啊，不过来感谢，因为伊的顺服，所以咱也恳求上帝来感动咱，因为咱的顺服可能会祝福较侪人啊。所以透过这段圣经，咱知影讲，基督就是上帝甲咱有一个沟通的管道。哦，啊，咱透过沟通的管道，知影讲，上帝爱咱做啥物啦？哦，咱基督上帝爱咱就是爱去服侍啦，毋是拢莫做啦。哦，所以若来讲莫服侍，迄个啥你着爱分辨啊，是对上帝来，毋是对上帝来。哦。过来就是讲，互咱知影讲上帝伊爱啥哦，为虾米要安尼？咱来想一个问题，就讲虾米人会通祈祷？虾米人会通祈祷？来，互我一个答案一下。虾米人会通祈祷？一般人会通祈祷袂？啊？可以，会使。啊，有效无？啊？无一定嘛吼。哦，大家嘛会通祈祷，但是哦，像迄个圣经内底记载讲，迄司机我因囝，我奉保罗所传的迄个耶稣，啊，甲祈祷落，结果安怎？去互鬼拍，本来要拍鬼，去互鬼拍，为虾米？有效无？伊敢捌耶稣？毋捌啦，所以咱也是讲，啥物人会通祈祷？来，既然信耶稣基督的吼，为虾米？咱的祈祷后壁上尾一句拢啥？靠啥？啊，所以你若无相信伊，你若无认捌伊，你要哪靠伊的名伫遮来祈祷？亲像司机我遐囝共款，咧拍鬼去互鬼拍。安尼了解啦吼，所以头一个就讲你爱信耶稣基督啊，耶稣是救主嘛，吼。所以若无信吼，咱就安怎？袂通互上帝伫遮来欢喜，所以这个信靠耶稣是一个伊所想述互咱的管道，认捌上帝的一个管道嘛。哦，第二就是讲，你有相信，但是第二个真要紧哦，你爱倚靠啦，你爱靠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所想述的权柄，才会通来到上帝面头前。耶稣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啥物？活命嘛！我是迄条路，所以迄个管道啊。咱做伙来读来。恁若伫我的名有所求我的，我要行伊。过来，耶稣是到天父遐唯一的道路啦吼。来，这个圣经来，耶稣甲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所以耶稣真清楚讲，我就是迄条线路。咱有即个敲电话的观念啊，伊个经验嘛吼。古早古早无顺来要讲几年前哦。古早迄个电话哦用假的，捌用过举手。安尼就知影讲咱的年纪啊吼。我细汉我嘛捌用过啊吼，细汉捌用过。但是我也少年啊，过来就是有迄个吼，对无？0800099200啊，迄中医诊所的啦，毋是吼。啊，你若敲讲迄个09，啊，你要敲互恁囝，啊，迄个号码怎敲袂出来哦？会通找着伊袂？无法度找着，哦。顶礼拜吼，这妇女团契咧教安怎用 Line， 哦，
姊妹吼，我来，我们袂晓用啦，要甲美国的查某囝吼，要安怎伫遮来联络吼？较早是电话，看袂到对方，即马会咧，即马视讯对无？你用安尼落讲，你咧创啥？我即马伫学手机要甲你讲话啊，安尼啦吼。就透过即款的一个方法，安怎？咱会通看到远的亲人吼，咱安尼姊妹伫后壁咧笑啊，就是我啦吼。不过安尼真欢喜哦，安尼会当看到美国的查某囝，有欢喜无？有啦吼，有吼。咱透过咱的祈祷，你会通甲即位咱天的老爸会通伫遮来联络沟通，安尼有欢喜无？还是惊吼？上帝你莫来找我吼。兄弟姊妹，有当时咱透过即个电话号码甲敲咧，咱就会知影讲，喂，啥物人？你会敲恁囝，你会讲敲电话通讲，你是啥物人？会袂？袂啦，你会当直接叫出伊的名啦，对无？因为迄个关系你知影讲对方是啥物人？即摆咱看讲，咱我靠耶稣来到上帝面头前，伊就知影讲，咱是属耶稣的啦，所以透过耶稣这条线路，咱会通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会当伫遮来领受上帝的应允、上帝的祝福。所以好胆无惊吓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为着要得到伊的怜悯，得到伊逐样的祝福。所以伫基督耶稣内底，已经将这个权柄赏赐予咱了，伊就将这个号码予咱哦。所以咱卡来讲，天父上帝是一开始天父上帝，也是讲喂，你是啥物人？你的祈祷开始喂你是啥物人？你是天父上帝吗？袂嘛，咱会一开始亲爱的天父上帝，搁刷落去就将你的心思讲互上帝知嘛。所以祈祷的人，牧师祈祷变祈祷，就心思啥人知，讲互上帝知，靠耶稣的名，阿门。安尼有简单无？你的心思若无法度讲互人知时，你会通讲互天父上帝知。透过这个祈祷，总会记后壁就靠着耶稣所予你的权柄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咱做伙来读这句来：恁若伫我的名有所求我的，我要行伊吼。搁伫遐来宣告的时阵，就种我要行伊。伊要将这个权柄来应允予咱。第三就是讲，啥物人会通祈祷？是手清气、心清洁的人，会通来到上帝面头前因为上帝爱咱清气，因为伊是分别做成的上帝、圣洁的上帝所以伫迄个祈祷内底，咱看讲罪若无清气，会影响到咱甲上帝之间的线路。你有迄个敲电话这个经验讲，您拨的电话不通，还是讲无人接听，讲暂停使用，哇，这声代志大条的暂停使用就是讲，你的线路都袂通你手机无效你个电话号码毋对罪会温从拆解咱甲上帝之间的管道咱做伙来读来。我若心内注重罪恶，主的确无要听你有迄个经验无？看到即个号码来，无爱甲接，有无？有啦，无爱甲听，无爱接。即个号码毋知啥物货紧若敲讲你要迄个，阮这有一个专案意外险，你要报无安尼去花几分钟啦，我是随甲切掉定定接到即款的电话你是阮的优质的客户我有即嘛有一个方案做好的你若安怎就随讲你若安怎这保意外险较好啦有当时咱做不爱接这个电话，你也想讲若有心内有这个罪恶，上帝要听你的电话无？无要听因为迄已经挡掉
第四就是讲，咱愿意赦免人哦。牧师伫第2礼拜的时阵已经有甲咱讲，迄个生命成长一个真要紧的迄个锁匙就是赦免。哦，咱若无要赦免哦，嘛袂得到天父上帝的赦免哦。所以，啥物人会当祈祷愿意赦免人的？无你若无要赦免，迄个祈祷拢无采工。哦，毋肯赦免会影响咱得到应允迄个管道哦。第5就是有信心哦。你若祈祷无信心哦，上帝话特别人告诉讲，你的心内若骄疑，你毋免想对上帝遐得到啥物。过来祈祷的时阵，你若有信，就通伫遐来得到吼。伫即个马太福音第8章有咧讲一个罗马的军官，伊来找耶稣，讲耶稣啊。我的老婆吼，伊破病啊，拜托你甲医治好无？耶稣讲好，我对你来。伊讲毋免啦，你讲一句话就好啊，你讲话就好啊，吼。哇，迄个信心遐尼大呢！哦，那咱讲好好，赶紧，我带你来，对无？哦，马太福音第8章才有记载讲，即个军官伊是真有信心，所以后来咱来读即段来，耶稣就甲百众讲，去啊。照你的心，甲你行，拄迄时，伊的路卜就好。耶稣讲的时阵，医治就临到，所以互咱知影讲，透过信心，即个百众，即个军官，哦，伊知影讲耶稣，你的话就够力啦，吼。哦，迄个信心真大呢。哦，咱拢爱牧师也无拜托你去祈祷者，长老去祈祷，阁无算数，你知无？所以哦，咱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有当时啊，透过咱家祈祷，透过中级的祈祷，哦，会通伫遮来得到啥物？迄个快乐啦，哦。来，咱为啥物应该着爱祈祷？拄仔讲啥物人爱会当祈祷？哦，咱知影要有信啦，哦。你若无信，就免讲啦。过来，咱为啥物爱祈祷？头一个就讲爱甲上帝有来往啦，有沟通啦，哦。歹人献祭是耶和华所厌恶，正直的人祈祷是伊所欢喜。咱敢是歹人，还是咱是正直的人？这就是透过祈祷中间的沟通啊。迄个歹中间若占领咱就会受影响。哦，所以耶和华上帝就厌恶咱。咱若是正直的。伊祈祷是伊所欢喜的，哦。咱做伙来读这句来。总是我伫得到接纳的时，对耶和华你祈祷，上帝啊，求你照你慈爱的丰盛，照你拯救的真实来应我。这就是咧沟通呢。上帝啊，帮助我来拜托的吼。你做好个啊，吼。你若要甲老爸讨钱，甲老母讨钱，你拢安怎？做好喙的对无？若平常时钱摕着吼，吼歹叫你啊，要创啥啦吼，对无？哦，若迄个我拜托的啦吼，我着要爱这啦吼，你互我者安尼吼，爸爸妈妈互我者吼，着做好喙的。有当时咱会透过这个祈祷会使呢，有人会透过祈祷会使圣地，你知？上帝啊，我祈祷遐久，你知拢无咧听啦。有当时啊，拢担心到你知？哦，你祈祷倒你就随走啊，上帝要甲你讲，你就走甲无看人安尼。靠耶稣名阿门，就走去无用，拢袂伫遐讲小等者耶稣要甲咱讲啥物安尼啦？哦，所以咱拢足无耐心的求吼，讲了就煞吼。第二，咱来看讲为着要荣耀上帝，为什么祈祷就是为着要荣耀上帝吼？耶稣讲：伫我的爸名，伫我的名所求的，我要行伊，互爸伫囝得到啥物？荣光啦。所以伫遮求得到，咱会讲，这位上帝有够力咯！你所信的耶稣真好哦。就是将荣耀咱归互耶稣，讲毋是我熬，毋是我的祈祷熬，是耶稣在熬。所以咱就将这荣耀归互啥？归互咱的主，归互咱的天父上帝吼。第三，咱来看，咱咧学习耶稣的样相啊，伊的模样哦，
耶稣伊用5块饼2尾鱼吼，饲5000人了后，伊家己就去祈祷，啊，伫遐祈祷吼，啊了后吼，咱看讲学生吼，就伫迄个海中间安尼咧啊，浮的沉的安尼吼，啊摇来摇去吼，耶稣出现，因搁行一条安尼吼。啊，耶稣伫遐证人服侍证人4散了，伊去做啥？祈祷。所以咱咧学习耶稣，就是讲伊安怎做，吼，啊咱安怎做，吼。第4个就是讲为着要遵行上帝的命令啦，吼。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内底吼，即段咱常常讲，你着爱常常安怎喜乐。啊，过来咧，着祈祷无煞，啊，着爱安怎凡事爱感谢。后壁一句真要紧，因为这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所定的啥旨意啦，吼，这是上帝爱啊，所以恁着爱安怎做，常常安怎喜乐，爱祈祷无煞，吼，所以祈祷，你啥物时阵祈祷，有需要的时阵祈祷。啊是有人咧来问我牧师，啊这是迄个量的，吼，啊是这是点心爱祈祷无？恁感觉爱祈祷无？啊，凡事祈祷啦，吼，凡事感谢嘛，吼，啊这无请恩的啊，无请恩敢着爱祈祷？我有人嘛安尼问咧，足古锥的，嘿，我讲啦，凡事感谢你。要食你着祈祷哦，即摆有迄个诺罗病毒的啫，哦，今仔同工甲请教，牧师我安尼吼，袂迄个有感冒吼，啊，就袂当来安尼吼。凡事感谢，去病院你看遮个兄弟姊妹先吼，胃片孔安尼插讲落好毋好？迄阵小红兄要甲看都无法度食，要插讲好毋好？毋好啦，这吼真正有啊折磨啦，吼。对鼻孔落栽滋味无？恁那摇头，恁敢捌插过啊？咱用想的嘛，对无吼？较早老爸安尼吼，啊中风啊嘛是爱用插讲啊，啊爱用灌的咧。佫袂通家己安尼补迄个滋味咧，吼，所以咱若会当补，会当食吼，咱着爱感谢啦，吼，爱感谢。所以伫遮讲凡事感谢，祈祷，吼，莫讲迄烧的啊，冷的有清烟啊，无清烟的吼，免去困咧哦。你一杯茶你嘛爱感谢吼，无人啉落会砸着呢，吼，迄砸着足艰苦的啊。所以伫遮吼，咱吼祈祷吼，拢无妨害啦，吼。祈祷也免本钱啦，所以牧师若要出去，特别要行远途，吼，要开车时阵，就祈祷，主你保护看顾阮出入拢安怎，会通平安顺遂。你有咧注意，别人无咧注意呢？一个囡仔呢，高中生是无？坐车呢，安尼塞一个门出去，用弄一个头无去啊！你要看真正，有当时真侪这意外吼，是咱料想袂到的。所以咱随时着爱祈祷吼，啊，为着咱的灵命成长，咱着爱祈祷。为特别，遮咱做伙来念即句来：蕊美恁的，着甲因祝福；灵力恁的，着替因祈祷。做会到袂？一般人啊做个牧师啊，伊都歹款待我，凌迟我，伤害我，我都爱搁为祈祷哦，食较歹。我讲你若无替祈祷吼，伊就愈变本加厉啦。伊平常时歹款待你啊吼，啊你若愈搁甲累，愈搁甲骂，愈搁甲咒诅，伊搁愈歹，愈歹，啊愈歹愈歹，对你会好袂？袂好啦。所以你为祝福，互伊有圣神的感动，主甲伊三甲同在，互伊通认捌啊耶稣的疼。等伊性命若改变，伊会对你好袂？对你好，至少莫搁甲你糟蹋安尼，莫搁甲你伤害。
所以为着咱属灵生命咧成长吼，咧提醒咱吼，安尼做是对咱好啊。你想啊，我安尼甲做，较，互伊扳移，对无？伤扳移啊，对你是好诶吼。后来，所以咱安尼，啥物人爱祈祷，然后我为虾米爱安尼祈祷？咱了解了，咱过来，咱想讲要安怎祈祷？哦，这重点啦吼。有人来教讲，我要安怎学祈祷？除了耶稣教咱讲主祷文，这主教是咱的祈祷文的祈祷以外，吼，来咱来看，有啥物人有法答案一来 ？ACTS 伫圣经内底代表啥物？啊？使徒行传吼，答对了吼，这树林团都有咧读册。这个 ACTS 吼是你若去用英文的吼，迄个使徒行传伊的所言都是用 ACTS Act。咱是讲这啥物意思吼？头一个吼，来，英文会晓念的来 ，adoration 是上赞吼。来，这个神煞教者吼，咱拢啊颂，毋知颂啥吼。上赞读一遍来，上赞上迎，安尼了解无吼？咱讲颂毋知咧颂啥吼上赞吼，所以上赞是包括啥？你感谢这位上帝吼，咱认为这位上帝啥物款的上帝？你有经历过无？伊治我，伊相许我。伊互我平安，伊拯救我，所以有真侪这属性。所以透过上帝属性，咱来学懂感谢主，你享受我平安；感谢主主上帝，你享受我医治。安尼有了解吼？你家己经历，你感谢为着医治你的生命中间有啥物款的作为，你来学落来感谢。主啊，我感谢你。透早起来，我阁会当喘气，爱感谢无？哎呀，你知影若无健保用到上诉的，一工爱偌济无？知无？我嘛毋知，但是爱足济钱对无？你看一工你趁偌济？所以你若咧呼吸的心，你来感谢主，我今仔阁趁啊，你知无？若去带病的时，你看遐拢家己健保内底，家己这费用内底啊。所以咱为着食，咱来感谢；为着当啉，会当食，会当倒，会当伫遮来逐项代志，咱来感谢吼，来学乐。第二是 conversation 吼，即个认罪吼，就是讲咱的主是圣洁的主吼，所以咱着爱谦卑诚实，咱来承认吼。拄仔所讲的，有这个公路的问题，这个线路的问题，为什么袂通？是毋是我得罪上帝？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嘛做到祈祷嘛，对。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咱讲即句拢足摔拍，你知无？但是你咧讲即句的时阵，有真正拢总赦免无？有无？无吼，无就莫讲即句。无安尼变做欺骗上帝，你知无？了，有当时咱就将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当作仪式，当作一个习惯。愿你天然的爸，愿你的名圣咧。安尼做到祈祷的，总是到遮的时阵，咱爱想看觅啊，我敢有真正赦免人会得罪我的，辜负原来其他意思中得罪啊？有得罪我无？我有得罪上帝有？你赦免这理所当然嘛？我要赦免别人的时阵，是毋是做得出来？还是讲完全啊？若无即句先莫讲。我是惊讲，若拢莫讲伫念主祷文的时阵到即句拢无声去。当时有的人，伊会真正对身体好啦，我赦免，因为上帝赦免我。所以为什么即个认罪最要紧认罪最要紧。约翰一书1章第9节讲啥？咱做伙来读来。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所以这个真要紧清咱的功劳啊！咱的功劳thanksgiving
即个感谢感恩啊吼，都拄啊讲为着咱领受上帝已经为着咱做遮的，也是还未做的事，咱拢感谢伊啦吼。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咱拢莫埋怨，咱受上帝一定有伊无共款的作为。约瑟伊若埋怨，可能伊就无法度做宰相。所以后来伊就想讲，原来上帝伊有伊美好的意思我有兄弟出卖伤害我，到尾佫做奴才，佫互伊的头家娘出卖。总是最后，咱看上帝甲遮个歹拢变做好，互伊做宰相，要拯救伊的全家族，佫有遮个做遮埃及人。所以咱伫顺境逆境中，咱体会讲上帝到底你伫即件事对我来讲有啥物款的学习。最后一个是 supplication 祈求啊。所以 ACTS 安尼倒开其实咧提醒咱讲咱对上赞对俄罗咱的主，感谢咱的主伫遮认罪过来咧。感谢，最后祈求为着咱家己的需要，毋通敢若像无信的人，敢拢为着家己的需要在代求咱做一个基督徒，真要紧就是犹原也为着别人的需要，伫遮来祈祷来恳求这是真要紧所以透过安尼咱的内容这会当变化，这毋是讲牧师就讲安尼，所以一定拢照安尼啦就是。你若讲伫迄个真危急的中间，对迄个感谢开始对感谢车都要弄落来，对感谢开始，感谢认罪主啊，你紧救我啦安尼了解所以咱是会当伫遮有弹性变化，毋像牧师就教即 ACTS 我就迄个时阵看时阵啦，好无所以祈祷内容是真丰富的方式，是拢会当调整改变的总是迄个不变的容，我靠耶稣基督的名最后咱来看讲这段圣经对这两个人的祈祷内底，领受一个异象这头壳定空空会通伫遐来改变这彼得伊伫讲道伫布道会内底讲，原来上帝伊无偏袒人啦。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伊伫伊的即个想法的内底，伊本来伊感觉讲即个救恩只是互犹太人，但是对基督内底，伊看到这个清气甲无清气，上帝佮家己伫遮来讲，摕起来食，抬起来食意思就讲，这是我所应允的，要互万国万族遮个人，无论你啥物款的阶级。无论你是啥物款的种族，拢会通伫遮来得救。所以上帝无偏袒即个犹太人啦，对。伊互咱每一个人，互咱台湾人，互咱每一个民族，拢会通伫遮来得救。所以伊要将福音享受每一个相信伊的人。保罗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因为即个福音是要救安怎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互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来。得到拯救咱看伫即个圣神的感动内底，彼得伊受感动，然后改变接受。念伊有人要来找你你就爱对因去透过基督圣神的感动，哥尼流，你派人即马有一个伫迄个番皮遐。彼得，你甲请伊来，圣神的感动，互因知影讲要安怎做，对无？你就安怎做，后来因就顺服圣神的引带。哥尼流派人去找彼得领受即个甲上帝巴拉肯了输了好啦，就对伊来到伫哥尼流因兜。咱就看伊讲，当伊伫分享福音的时候，原来上帝无偏袒犹太人啦，对。佮要互遮个福音会通救恩会通互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民族，包括外邦人。所以伫遮咱看，当伊的祈祷，当伊伫即个
讲到祈祷的时阵，圣神就充满，然后就讲逐样的腔口就有遐方言，有遐奇妙的事。了后，遮个人的心就柔软啊，柔软的时阵就受圣神的感动，然后接受耶稣成做因的生命救主。洗礼，这就是一个表达讲你是属耶稣的，互你的祈祷搁较有气力，互你的祈祷搁会通透到上帝迄个所在。所以我常常咧鼓励兄弟姊妹讲：你洗礼啊未？你若信耶稣，毋是讲啊，我牧师我都还未完全的吼。毋是讲你完全，你拢无法度，啊，你拢未犯错，怎来底信耶稣？毋是，人拢无完全，必定嘛无完全。所以求上帝来帮助，互咱会通伫圣神的感动来得到即个救恩的喜乐。所以透过祈祷咱做来读即段来，原本只互犹太人的恩典，但今仔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为外邦人开启得救之路。就是咱透过祈祷，咱今仔日会到伫训练这属灵家长，就是用迄个生命册伫为着这个你所设定的人的祈祷，有要紧无？足要紧的。所以伊安尼。耶稣为着因来开一条道路，所以我相信当咱为着因来做祈祷的时阵，亲像彼得伫分享圣神就充满感动因，互因认耶稣是主。所以最后咱要伫遮来回应吼，就是讲咱伫咱的生活中间爱祈祷无煞，来学习亲近咱的主吼。第二就是。咱用信心来恳求、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因为透过信心的祈祷，搁咱的同心的祈祷，主讲我就要应允恁，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透过你教示的祈祷也好，也是圣经内底做这的使徒，做这的信仰的前辈，透过因的祈祷。信徒的祈祷，伊安怎对你来领受属天的异象，有对你来感动。当彼得一开嘴报道传福音的时阵，遐个人的心准备好势啊！所以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透过祈祷、代祷，设定阮遮个迷信的亲友。当阮为因祈祷、为因祝福的时阵，主啊就拍开迄个天顶应允的大门，互你的救恩就降落，互因的心被万变的时阵，就会通当伫即个永活的快乐。愿主赐予阮，互阮常常祈祷无煞，凡事对你来感谢。愿主赐予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